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的问题上，欧洲议会为加大向中国施压，于本周四通过了一项要求制裁中国官员的决议。欧洲议会在12月19日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称，欧盟理事会必须对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制裁，冻结其在欧盟的财产。欧洲议会还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关闭集中营，允许独立记者和国际观察员进入东突厥斯坦。该决议指出，有证据显示，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遭到任意拘留、酷刑、过分限制宗教行为及广泛的数码监控。欧洲议会因而敦促中国政府允许独立记者和国际观察员进入新疆调查有关情况。最近披露的一批文件显示，中国当局如何在东突厥斯坦设立集中营系统，对上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进行洗脑。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周三表示，中共在东突厥斯坦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等于是在与真理和国际准则开战。美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理。他是在18日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和美国的回应研讨会上这么表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朗、维吾尔人权项目主席图尔克和中国问题专家甄国恩等出席了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会议。土耳其 IHH 人道主义基金会将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和同化政策。该活动将于今晚在伊斯坦布尔法特赫大清真寺开始，在贝亚兹特广场结束。估计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和维吾尔人将参加今天的活动。该活动得到了许多人权组织的支持。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兵工厂队球星厄齐尔力挺在中国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族群后，遭中国推出的实况足球2020电子游戏封杀。厄齐尔是土耳其裔德国穆斯林，他上周在社群网站发言，称维吾尔人是抵抗迫害的战士，并批评中国镇压维吾尔人，抨击其他穆斯林沉默以对。日商克乐美的实况足球2020授权给中国网易移动游戏公司在中国发行。中国网易移动游戏公司表示，会把厄齐尔从现有3款游戏中删除，包括招牌游戏实况足球2020手机版。美国众议院的木锤敲下，将2019年12月18日载入美国史册。在这天，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被众议员弹劾。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位被众议员弹劾并通过的总统。随后，弹劾案将移交参议员审核，以决定他是否能继续担任总统。当天，众议院投票表决的2项弹劾指控是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调查。最后的投票结果是，第1项指控滥用权力以230票支持197票反对获得通过。第2项指控妨碍国会调查以229票支持198票反对获得通过。特朗普发出了一条推文称，这是对美国的攻击，也是对共和党的攻击。